过来，这个郭台铭已经来表态，政党票要支持亲民党，早起是到台中扫街拜票。若宋楚瑜是回到省政府的所在地南投来参访，搁到香火真旺的德山的指南宫拜庙催票。当时咧预告讲，选前之夜会甲查囝送电麦东台来做最后的冲刺。你好。到南投德山人气上旺的指南宫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，毋是为着自某来，祈求是国泰民安。求互咱会当安尼平常拢大家平安顺利，大赚钱。选前到最后时刻，宋楚瑜转来到省政府的所在地南投，可能是要提醒选民，伊上骄傲的省长任内成绩。真少路面的查某囝送电麦，伫街路邀请少年人出来投票，伫面册顶面嘛写讲，因为因老爸伫省政府服务，各种暑假差不多拢是伫中兴新村度过。20岁迄一年，宋楚瑜独立参选总统，真侪人讲是看伊4年选一摆大汉的，其实伊嘛甲因老爸吐槽。不过话阁讲倒转来，伊讲因老爸虽然讲较侪岁啊，不过对着国际政势、行政效能拢有特殊的见解，因为伊的经历会关度甲结局，就像智慧手机啊共款，一直更新软体，毋是硬体老化就停止啊。我的女儿，我非常谢谢她，妈妈教她教得真好。她不出风头，她很低调，但是她觉得她的爸爸一生最重要的志业。就是政治是替人民服务的，这会出现吗？他会出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有少方式出现吗？没有，他就到舞台上面来。有厝内人收听宋楚瑜伫拼选情，另外一边，已经伫电视广告顶面表态政党票支持亲民党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为了名列亲民党部分区立委的女将老油党甲蔡庆如，做坐战车伫台中地区扫街拜票。沿路有民众摕国旗帽啊，嘛有人徛伫路边甲伊加油。路边有一间店号这个名，引起郭台铭的注意。第三色的战线扭到中台湾，把握选情最后的时间，全力要抢票。